維他寶970蜂蜜嚟自無污染嘅紐西蘭高山，一年只有幾個星期嘅採蜜期，產量有限，極為珍貴。點解麥盧卡蜂蜜特別矜貴，被譽為紐西蘭國寶？因為麥盧卡蜂蜜含有獨特嘅抗菌活性成分 MgO。科學研究顯示 ，MgO 有顯著嘅消炎抗菌功效。MgO 含量越高，抗菌能力就越好，係衡量麥盧卡蜂蜜品質嘅重要指標。維他寶970蜂蜜 MgO 超過970，擁有極高嘅消炎抗菌功效，有助改善喉嚨痛、消除口氣。長期食仲有助抑制體內炎症，舒緩關節炎同風濕骨痛。每日一細羹，消炎抗菌最安心。維他寶970蜂蜜提升免疫好幫手。